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我们就介绍佛教的圣地斯里兰卡。这个斯里兰卡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里面就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佛教的一个主要的圣地。因为这个斯里兰卡就是之前释迦牟尼佛他亲自就是去过这个来到这个斯里兰卡，就是传过这个密宗的这个法。所以这个就是从整个圣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这样一个圣地。斯里兰卡这个圣地，它主要就是那边现在我们要去拜的就是一个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那个菩提树。这个菩提树是当时在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菩提迦叶那个金刚座上，就是成佛的那个真正的那个菩提树，就是现在在于斯里兰卡的那个菩提树。因为这个有就是一个那个历史角度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当时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后来就整个印度就是那个外道跟印度教的就是发展就是很大，所以就是在佛教的圣地中心这个那个菩提迦叶，也就是当地的本地的话来讲的话，它就是那个曼卡达，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来到外道和印度教的这样一个受到攻击的时候，然后整个我们那个佛教的那个僧团和佛教的这个团体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压。在斯里兰卡另外一个圣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那个马来亚那个大山。这个马来亚山它就是一个梵文，就是马来亚。这个它那个山顶上就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个那个脚印，所以这个脚印当地的人叫说西里巴，就是它的中文意思就是吉祥脚印。所以这个圣地也就是蛮殊胜的，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山上，然后留下这个脚印，上面就是宣说这是楞严经，然后讲了那个很多的关于这个密宗的这样一个那些法脉。所以这个整个密宗的这个发展角度来讲的话，从印度的这个佛教中心菩提迦叶，从南方和就是那个东方有就是两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这个马来亚大山那边就是算是从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叫什么菩提迦叶从菩提迦叶到那个南方的这样一个传密宗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那个路线。